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時事大報解》。香港咧極有可能出現第一個載人嘅航天工程嘅載荷專家。嗱，我哋平時話叫空中飛人咧，唔係講馬戲班，唔係講雜技團，係講緊太空人啦。好啦，今日請嘉賓同我哋傾下點樣睇香港有人成為航天員，第日登月球嗰個會唔會係香港人咧？好啦，今日嘉賓香港航天學會雷健全會長。係，你好，雷會長你好。嗱，開始做少少科學普及先。係。嗱，我哋平時叫太空人同航天員好似冇乜分別。而家多叫載荷專家。咁啊，意思係咪佢唔係揸航空船嗰個，但係佢喺上邊做嘢？咁但係點樣叫載荷咧？嗱，首先咁講啦，即係太空人係一個統稱，或者航天員啊、宇航員都其實都係一樣嘅意思，一個統稱嚟嘅。咁如果喺太空人嚟講咧，我哋就根據佢嗰次嘅任務咧，就通常咧就會分開咗4類嘅。一類咧就係叫做指令長或者叫指揮官啦，就喺嗰個太空船裏邊嘅，即係一個最高負責人，即係最後決定升空啊、停止啊，都係靠佢㗎啦。即係等於個飛機嘅飛機師同埋啲服務員咁啦，係啦。第二類咧就叫做任務嘅專家，因為每一次嘅航天任務咧都有唔同嘅目的啊、唔同嘅目標嘅。咁咧呢啲任務嘅專家，譬如舉個例係要做太空漫步嘅，咁嗰個任務就係太空漫步，咁佢就係去做嗰個任務嘅專家嚟嘅。第三類咧就係呢啲載荷專家，載荷專家咧英文就叫 payload specialist， 所以咧中文譯佢咧亦都有一啲譯佢做籌載專家，咁其實都係意思都係一樣啦。佢就係咩咧？佢就係利用呢一個太空船或者我哋空間站啊，即係太空站裏邊嘅一個環境去進行佢哋嘅科學嘅實驗。因為太空船咧喺太空嗰度咧，首先咧就係佢失重狀態啦。咁佢係一個即係喺地球嗰度完全唔同嘅一個環境。咁喺呢一個咁嘅環境咧，你就可以做到好多科學實驗咧，就地球做唔到嘅。所以好多時咧就係話會利用佢呢一個太空站嘅環境做實驗。咁嗰一類咧就叫做載荷專家。最後一類嘅啦，就係叫做太空遊客，都係近年先至有嘅啫。嗰啲冇嘢嘅就俾錢上去旅遊，即係搭飛機咁啦。搭飛機乘客嚟嘅，遊太空船河，純粹就係一個遊客。遊船河都係遊船河，太空船河。係啦，主要就係呢4類啦。係嗱，我想問一個有趣問題就係，你譬如話做研究項目啊，咁而家譬如有一個新嘅，譬如香港有一個可以去參加呢個訓練咁啦嚇，咁佢咪已經知道特定邊個項目？你話太空漫步咁，佢咪專門去就呢樣嘢訓練咧？抑或唔係？係一般訓練咗之後，到時先至安排任務？抑或唔係晨早而家就已經定晒咩項目㗎啦？係咪？嗱，一定係分開2部分嘅。第一部分唔理你係載荷專家、指令長啊、太空遊客啊點都好，因為你要上到去個太空。仲要喺太空嗰度咧，你要衣食住行啊，你要生存到噶嘛，仲要平安翻到嚟嘅咧，就唔理你係乜嘢嘅性質㗎啦，你都要接受嗰個基本嘅基礎訓練先。好啦，你完成到嗰個基礎訓練啦，即係叫做個門票啊，有個門票入咗基本功啦，入咗閘啦，咁就要睇翻咧，就話你進行嗰個實驗咧，究竟適唔適合喺嗰個太空嗰度做？即係包括身體嘅狀況啊。係啦，同埋你嗰個實驗嗰個專業訓練啊，佢都唔係嗰行嘅，就好難做嗰啲。係啦，因為嗱，譬如以我所知咧，今次話喺香港即係選拔呢一個載荷專家咧，都有100幾人報名嘅。咁我諗100幾人咧，佢報得名嘅話咧，每一個都有佢嘅專長，亦都有佢嘅目標嘅。咁你100幾個目標，好難話一次過即係做晒㗎嘛。咁佢咧就梗係只可以揀一個即係最適合可以喺太空嗰度做，同埋唔係淨係做嘅。咁你做完之後，對一般嘅平民百姓有咩用咧？即係我諗咧，大部分嘅國家都係啦。即係你上到去做科學實驗嘅話，如果你做嗰個實驗之後得翻嚟個結果咧，係能夠咧普羅大眾都用得着嘅，改善到民生嘅咧，一定咧就係排第一位㗎啦。冇錯，嗱，你呢個講法係非常之有意思，就係我正想問呢個問題，即係點樣去揀呢啲項目咧嚇？咁正係你講到個標準就係，即係你難得去上一次，當然以後就越嚟越頻繁啦嚇。你難得上一次升空咧，
你做嗰個實驗，你要計個成本有幾大，同埋咧真係要受益嘅範圍要好闊先值得做啦。咁呢啲項目其實係咪即係就算而家你第4批嘅航天員都未入閘咧嚇，都已經開始要構思緊你揀個咩項目？而啲項目咧，你又唔可以事先張揚嘅喎，因為好多係機密，即係你有個準備過程，係咪人哋可能要偷師啊嚟到攞你啲情報咁係咪即係而家都開始諗緊嘅呢啲？哦，呢個一定㗎啦，一定㗎啦。就每一次嘅任務其實由開始載人航天工程嘅時間咧，就已經設計好㗎啦。咁啊，當然不斷有新嘅科學，即係新嘅科技會產生啦嚇。咁亦都會有好多科學家有一啲新嘅構思，就想利用一個太空嘅環境去做啦。咁所以每一次咧，佢哋都會因應佢所提出嚟嗰個嘅實驗嗰個內容，同埋都係我正話所講嘅啦。譬如對國家嘅安全有冇幫助啦，對呢一個民生嘅改善有冇幫助啦，係嘛？或者未來咧，我哋咧中國都會有一啲長途嘅太空旅行㗎嘛，即係太空嘅旅程啊咁又會唔會對呢一個長途嘅太空嘅旅程嗰度咧，又會有幫助咧？作啲準備咁嘛。係啦，一定係呢啲會排先㗎啦嚇。咁所以都係好多嘢要考慮㗎。當然經濟效益亦都要諗埋啦嚇。嗱好啦，講到既然係咁樣咧，千挑萬選，個議題係千挑萬選，個研究項目嗰啲人你係千挑萬選，咁真係入咗門口入門要去訓練咧，都相當好嚴格同埋好長時間。我見阿特首咧出嚟講呢件事咧，特登聲明就話：喂，佢可能有排即係就屋企離開好耐嘅噃，即係意味就好長時間，即係變咗係唔淨止係佢個人嘅付出，同埋佢家庭或者身邊嘅人都要做啲代價，係咪咁？呢個一定啦。淨係講基礎嘅訓練，1-2年係好平常嘅事。即係我覺得淨係上太空就話唔好講佢做嗰啲實驗喎，淨係上太空1-2年啊，嗰啲即係由你點樣升空啦，適應到太空個生活啦。萬一翻嚟嘅時間發生意外嘅時間，你跌咗去冰天雪地啊，或者沙漠嘅時間嗰種求生嘅訓練啦。咁啊，再翻到嚟地球嘅時間又要點樣適應咧？淨係呢一類嘅基礎訓練都要年幾兩年啦。咁你年幾兩年，你唔係話個禮拜去訓練完之後，你翻屋企探下屋企人冇㗎。長時間你又要離鄉別井啦，又要即係要同其他人去溝通啊，即係都係一個團隊嚟㗎嘛。即係要喺一個特定嘅範圍之內啦，又唔可以叫封閉，但係即係有個特定嘅範圍之內啦。係啊，咁啊，所以佢都係好艱苦嘅訓練嚟㗎。咁如果你過咗呢一個關，即係我正話講到呢，有個門票啫喎，你可以做到基礎嘅訓練，即係達標咁計咧，你仲要特定因為你嗰個實驗，咁啊喺嗰個太空嘅環境裏邊咧，有點樣去再做？你一定喺地球嗰度，你要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先㗎。咁嗰度係好難講話要幾耐嘅，有啲閒閒地你要3-4年啊。咁你3-4年，你再加埋你之前嗰2年嘅話，你咪5-6年啦，係嘛？所以咧呢個訓練過程咧，你又要離開屋企人啦，但係又要屋企人支持你啦，又要生理啦、心理啦個質素咧，一路都要保持到咧，去到最後一刻真係可以升空咧，我覺得真係呢個係好難得，亦都好難忘嘅一個旅程。係嗱，你話時間長咧，都仲可以理解。係你而家做個醫生啊，你大學都要讀幾年，要實習2年，加埋都6-7年啦。咁即係呢個時間仲可以理解，但係個處境唔同啊嘛。即係你要離鄉別井啊，要某程度又要密閉啊，即係唔可以公開啊等等咧。咁呢個係更加大嘅天。但係你要咁諗就係話，你做得呢個工作咧，你就要準備係即係唔單止為國家，係為人類咧去作貢獻噶嘛。即係而家嚟講，所以咧呢個價值都係值得嘅，我認為都值得。哦，呢個肯定係值得㗎啦嚇。咁啊，亦都係一個，我諗係一個對一個，如果係個人嚟計咧，對一個人嘅即係成個人生都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啊！咁你諗下，如果你能夠成功即係升空，再成功翻到嚟嘅話，你所得到嘅榮譽啦，你嗰個即係個人嗰個嘅感受啦，個經歷啦，
全中國好，全世界好，你話你幾多億分之一你先至有啊？當然啦，所以好難得嘅一個。你俾我有機會去太空行一轉翻嚟，當然我成個人都變咗，你唔使不在話下啦。呢個咁啊，唔單止即係對自己啦，對身邊嘅人啦，係嘛？你對即係如果譬如喺香港，你對香港嘅即係將香港嘅科研嘅人才咧，其實都提升咗嘅喎。因為你自己能夠做得到之餘咧，即係話代表國家對整個香港嘅科技人才咧嗰個即係認可咧，即係認同咧。亦都已經去到即係國家嘅層面啦。係，咁所以係對整個香港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益處。嗱，有啲人就話因為一國兩制支持香港，咁我哋就要俾個位佢。我諗呢個可能性唔大，因為點解咧？你呢啲咁高科技、咁精密、咁嚴格嘅呢個項目咧，唔會攞呢個嚟做一個條件。呢個當然啦。你諗下，中國14億人口要揾一個。係咪都咁難挑選得到？咁你喺香港點會純粹因為你係一個香港人俾你去咧？係嘛？都要你真係有咁樣嘅背景，你所提出嚟嗰個科研嘅項目係值得去擺到上去太空嗰度做。咁所以咧就你話純粹係因為一國兩制。嗰個就算你係話有幫助，我諗都係即係一個小部分嚟嘅啫。即係你無論生理、心理、技術上面各方專業都你諗咧，都要具備嗰個條件。係，即係你唔可以攞成個項目嚟教飛㗎嘛。係啦，係一定係一個好高水準嘅一個要求，你達得到先至得嘅。亦都帶動咗我哋香港嘅市民咧，特別係年青人咧，即係話呢個航天咧。唔係淨係中國內地嘅，其實香港人都可以去參與，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對國家嘅一個認同啦。冇錯。好啦，飲杯茶先，翻嚟繼續傾下呢個我哋以前曾經細嘅時候都係幻想嘅，而家成為現實嘅事。飲杯茶先。好啊。歡迎繼續收睇《時事大報解》。我哋今日嘅嘉賓，香港航天學會雷健全會長。會長，剛才飲茶前我都講就我哋細嘅時候嗰啲都係幻想嚟㗎啦，呢啲睇小説科幻中嘅事，而家咧都喺眼前係嘛？其實呢件事就唔係你講得啱，就唔係淨係嗰個當揀中嗰個人嘅問題。係，所有香港人都會將自己同個太空連埋一齊啊！同人類嘅前景連埋一齊啊，同國家嘅水平連埋一齊咧，即係你嘅眼界其實係闊咗好多。嗱好啦，講翻科技，太空科技，而家中國嘅太空科技即係平情而論同其他譬如同美國嚟比較，係咪都已經追得好近？抑或都唔係各有長短啊？追得好近呢個一定事實㗎。我哋好多時去形容中國嘅航天科技咧，就係咩咧？遲起步，但係跑得快。無可否認咧，即係喺中國即係咁多年裏邊嚟計咧，我哋要照顧好多民生嘅嘢。你好難話將航天咧就一下子擺到佢第一位嘅嚇。咁但係咧，航天科技咧簡單嚟講係一個即係綜合嘅一個國家嘅力量嚟嘅，即係除咗話你嗰個國家個經濟能力啦，你嗰個政治嘅能力啦，同埋你嗰個人民嗰個學識嘅水平，你一定要達到一個咁上下嘅水平，你先至可以發展嘅嚇。咁所以咧喺中國嚟計咧，我覺得就係話無可否認，因為我哋遲起步，咁所以你同其他嘅國家嚟講咧比較咧。我會形容嘅咧就各有長短就多啲嚇。你話完全超越咗咧，就部分係咧，即係唔可以講話全部部分係，但係就追得好貼，因為咁短時間裏邊咧，你要將所有嘢你要超越咗其餘幾個航天嘅大國嘅話咧，你要付出嘅要好多。咁但係你中國你總要有啲嘢都要顧慮到嘅，就係話對民生嘅影響啦。冇錯。
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要睇㗎啦。有一位教授上嚟咧，就講起呢個，我問咗個問題，未必同呢個太空有關，但係同太空嘅嘢有關係。我就話點解美國嘅科技咁發達咧？咁即係咁多嘅咁厚嘅人才，同埋咁豐富嘅經驗咧，所以佢強係其中一個啦。咁個教授就話，因為如果中國譬如發展中國家，佢要諗嘅嘢咧，首先眼前就係大家有飯食，有工開，冇辦法去諗啲咁遠咁長遠嘅嘢。你美國咧2次大戰之後咧就發咗達，好有錢，好富裕，係嘛？人才又多，所以咧佢係有條件去睇遠啲、諗遠啲咁啦嚇。所以佢行先啲係有咁嘅理由。咁所以而家中國嗰個追得咁貼咧，係咪都意味着中國都唔係淨係講緊話即係唔係即係我哋以前都唔會話自己係強國啦。其實而家都亦都不得不否認你自己都係唔係即係強國，你都要承認自己係強國啦。即係已經進入呢個階段，就係我哋可以睇得遠啲，睇成個世界個影響，唔係淨係話眼前我哋14億人嘅生活咁簡單。呢個肯定啦，14億人嘅溫飽一定係我哋排第一位，即係排先㗎啦。如果你話講到話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即係個太空競賽啦，最主要就美國同前蘇聯嘅即係一個競爭啦，睇下邊一個能夠第一個登陸到月球咧。其實好大程度都係一個政治角力。即係你不過因為佢要有呢個政治角力，所以咧佢集中晒咧美國全國最優秀嘅一啲嘅人才，就去令到呢一個目的能夠達得到。個付出都好大㗎。佢當然經濟嘅付出好大啦。亦都有啲嘅即係訓練過程嗰度有啲太空人，但佢都要俾得起先㗎，佢頂得順。佢俾得起咁當然佢呢一個我都話係豪賭。不過佢賭贏咗，要賭贏咗咁解。咁中國今天嚟計咧，就未有呢一個咁樣嘅壓力。因為當年佢哋就大家要喺度鬥去月球啊，都話大家其實都付出咗好多嘅。咁今天咧中國嚟計咧就係話冇咗嗰個包袱先，即係話就算你成功咗，真係有人登陸咗月球好，或者再有啲嘅航天科技咧。因為之前都有其他嘅國家咧，你唔係開創先河嗰個啦，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就嗰個包袱起碼冇咁重先。個包袱可能去咗美國嗰度喎，就俾人哋追，佢俾人哋追，我覺得好大威脅啊，變咗係咁。係啊，即係特別就美國就真係驚你中國可能咧就追得太貼啦所以咧而家咧好多時咧就調翻轉頭咧，佢就同中國嗰個航天嗰度咧。佢反而要劃清界線，就唔夠膽咧將太多嘅數據咧就同中國分享。以前可能係教精你，而家你調翻轉，可能你教精我喎。以前佢諗住你追唔到咁快㗎嘛，點知而家你真係可以快得咁犀利啊嘛！嗱，講開而家最近嘅新聞就係去月球背面插旗，攞標本啦。嗱，呢樣嘢我哋唔識啦，算唔算係一個尖端嘅做法？抑或都係有先例嘅以前？尖端，全世界到今天嚟講，只有一個國家做得到，就係中國。就係中國，因為係好複雜嘅。我哋冇唔夠足夠時間講有幾複雜啦。即係話難喺邊度咧？難咧就係話，首先咧即係話我哋喺地球咧，永遠只係見到月球嘅一面嘅啫。因為月球個自轉同公轉咧個速度啱啱一樣，所以你見唔到佢背面。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所有嘅無線電通訊咧，只能夠直線，咁即係話咧，月球個背面咧，我哋嘅無線電通訊咧唔可以轉彎去到。咁你點樣能夠控制到嗰個太空船登陸咧？又點樣能夠控制到嗰個玉兔號嗰個月球車能夠落得到去月球嗰個背面，仲要行得到喎？你諗下，連美國、俄羅斯佢都做唔到，但係我哋中國做得到。所以呢一個咧就係話嗰個技術嗰度。你唔好講話攞嗰啲土壤嗰度，去已經係好難啦。去可以停落去，可以上翻去起飛翻轉頭，呢個真係難。係啊，好難。呢個算唔算係機密㗎？而家都係都算大部分都係機密啦咁又你話係咪真係有難到咁緊要咧？就係有好多嘅數據咧，因為尤其是嗰啲技術上咧，外國咧就我唔敢講話佢完全冇，而係話佢未實行得到。
或者佢將個優先次序佢唔排第一位啦，佢發展第二樣嘢啦嚇。嗱，你話難咧有兩種，即係似是而非兩種，一種就係根本諗唔到嘅嘢，你諗到，係咁即係你做到啦，咁啊好嘢啦咁。另一種就係明知係要咁去㗎啦咁啊，但係咧你技術上啊、資金啊、呢個資訊啊，你做唔到，又係好難，咁即係兩種難度啊嘛。而家呢種嚟講咧，兩樣都有係咪咧？係肯定啦，兩樣都有，所以咧我哋都值得自豪㗎嚇，因為我哋中國咧完全係靠自主嘅研製、自主嘅發展。咁同埋都係一個綜合國力嚟㗎嘛，你唔係淨係科技啊，你都要嗰個有咁嘅即係經濟嘅能力啊，國家個強你先至可以做得到㗎嘛。嗱，而家呢個科技發展咧，喺政治咁敏感嘅個張力咁大嘅世界嚟講咧，難免就冇辦法避免就去咗軍事嗰度㗎啦。所以而家即係中國唔係淨係海陸空嚟㗎，仲有火箭軍。就太空軍啊嘛，咁美國都有㗎，係咪？嗱，而家啲戰爭將來可能就係我打冧咗你嗰個毀滅咗你個衛星，咁可能你全國嗰啲電話冚唪唥都冇晒信號都唔定，即係嗱咁嘅時候，即係既係會助長咗一個軍事嘅競爭，又係要對人類嘅發展要做出貢獻。嗱，兩隻即係等於我哋講原子彈啫嘛，係嘛？即係你嗰個即係嗰啲科學家都會覺得好後悔啊，好覺得好慚愧啊咁，但係畢竟佢係一個科學研究嚟嘅喎，點睇咧？呢個就一定係好矛盾㗎啦嚇。咁我諗簡單啲嚟講啦，咁你話原子彈你話好定唔好啊？係咪？係佢係一個武器，但係你核聚變呢樣嘢係一定係一個發現嚟㗎嘛？啱啊，係啦，佢一定係一個武器，但係咧你。好多時嗰啲咁樣嘅即係科技嘅嘢，你擺落去武器嗰度，咁佢咪即係危害人類咯。但係佢裏邊亦都有好多嘅科技咧，係可以對人係有好處噶嘛，係嘛？即係你嗰個即係正話你都提到啦，嗰啲核聚變啊嗰啲咁樣，你可以改善到民生嘅。咁我相信咧就係話你中國咧，你有咁樣嘅能力啊，咁亦都俾人知道咗咧，就係話。你嘅航天科技，如果你擺落去軍事嗰度咧，的確係可以制衡到外國嘅喎。嗱，我制衡到外國唔代表我要攻擊㗎嘛，但係起碼我要保護到自己國家安全啊嘛。喺呢個問題上面咧，美國作為自認為係霸主咧，佢嘅負擔會比人哋更重啦，係嘛？即係佢覺得佢心入邊諗住下下諗住軍事上點樣去壓抑人哋，佢有佢優勢㗎嘛。咁佢又覺得你又會咁諗，佢用佢自己嘅諗法就係你都會咁諗咧，佢就好緊張要防備你。咁所以呢個軍事嘅太空競爭咧已經開始咗啦，係咪？嗱，咁所以我哋唔講呢個我哋都承認係不可避免嘅事。喺對人類嗰個造福人類嗰度嚟講咧，嗱，講翻太空嘅旅程，我哋成日話有第四類有太空旅客啦，呢樣嘢講翻啦。中國嘅航天員登陸月球係咪觸手可及？唔係好遠嘅事咧。嗱，而家咧中國國家航天局咧就已經公布咗啦，2030年之前咧就會有中國人登陸月球。咁我相信佢講得到出嚟咧，嗰個即係可信性都好大嘅。咁開心同阿雷會長傾偈，多謝晒，多謝晒。OK， 多謝。時事大波解，下回分解。